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朝早幾點？幾點？8點，星期六朝早8點。阿筆好開心，點解？因為有漢堡包，有2個漢堡包。加菲貓望住阿筆，加菲貓都想食漢堡包。你聞下，哇，好香啊，好香！阿筆俾一個漢堡包加菲貓，加菲貓好開心啊！阿筆 share 一個漢堡包俾加菲貓，正，好啦，準備食漢堡包啦，準備食漢堡包，但係，咩事？哦！原來阿的都想食漢堡包啊！阿的都想食漢堡包。咁你估下，阿筆會唔會俾漢堡包阿的呢？阿筆會唔會俾漢堡包阿的？阿筆會唔會同阿的 share？你估下？